年轻的世代以热血甲行动翻转家乡，同款感动人的故事，继续来到高雄的美浓。讲到美浓，真侪人拢会想到油纸线，想到好食的客家粿啊，甲白玉菜头。甲最近这几年来，除了美食之外，美浓是来出现着更加丰富的风貌。带来改变的少年人，因毋那是回乡来种田尔尔。更加把一寡经营品牌的手法刷到农村，为地方的创新来注入着新活力。当都市的少年人拄着庄脚做农的阿伯，当本创拄着百年的老店老家，因的想法甲做法要安怎来融合，搏出着花金青哩。继续来看地方创新安怎跨越世代，为老产业找出新未来。对美浓你过去的印象是啥？我觉得那个客家文化是很棒的，所以可以来这边吃板条。这些主要的劳动力，年轻的都是往都市、往工厂里面集中，那留在乡下的都是老弱残兵嘛。对我来说，其实我个人啊，很直接讲，我觉得美浓蛮无聊的。除了粿啊，除了纸线，即卖美浓和过去加足无共的。我在高雄住啊，来这边是完全不一样。应该步调比较慢一点。美浓假日观光客也蛮多的，所以观光客就还蛮喜欢这种事情的。欢迎参观，大家欢迎参观。店前的美浓，伫咧拜六礼拜开始变热闹，一蕊一蕊白色的用线开满永安老街，真侪人头一摆来这摆摊，搬家己的产品，有的是前一天土味田里慢落来采收果子，有的家己做胖，有食的、啉的、用的，大家烧招伫咧老街，就亲像伫咧办喜事共款。OK 吗？可以了吗？谢谢哈，不好意思，今天早上比较混乱一点啊，下午应该会蛮多人的，因为我们现在就是禁止车子都进入，然后其实这样大家散步还蛮舒服的，这样慢慢走啊，我们还是希望说回到老街这样，OK， 加油，好不好 ？OK， 谢谢，阿姨，谢谢，拍摄，早上比较忙碌一点。陈家宏是老街市的主要推手，今年27岁，不是美浓人，袂晓讲客家话，所以来用设计系毕业。2016年开始伫咧美浓做农村规划，去年采访小组头一摆看到这位为外地来的少年仔，当时伊当准备找所在做生意，一年后看到伊同款念伫咧美浓，有愈清楚的目标，和愈侪少年仔合作，想要让美浓变更加新熟。他今天有帮我们做工作服，然后他还有印陈蜜番茄，我们就跟他合作，用美容的一些意象去做新的衣服或者是文创商品。那我们今天的工作服就是这间涛人做的，有没有？juicy。我们今年又喊出一个口号，就是自己的街自己造。就是为什么会喊这个口号，是因为我们希望说我们的老街可以有不一样的样貌出现，不再只是像现在全台湾模组化的老街一样。我们是希望说这些新源品牌可以学习外面。如何把他们的商品精致化，然后把他的商品可以上架到外面的通路，这才是我们最终的目标。这有90个单位，大多数是基山美浓高会区的新创品牌，内底嘛有社区的老产业。老街了，真的有老街的感觉了，不错。哎呀，这都含人小借问，陈家宏越过就开始无闲。喂，等一下我处理一下垃圾车。好不好？我等下处理一下。想要创造一条街，伊的背后其实是真侪现实的考验，像粪扫，或者是少年仔当来故乡讨谈的问题，会当徛在这条老街，每一个头家都无简单。我太太是美浓人啊，所以我是跟我太太回来美浓这样，然后回来大概5年多了，是在花莲学会种田，所以就回来美浓种田。除了你刚开始种没有种得很好。种的问题，然后还要遇到卖的问题，这样要自己
像我们都是在网络上行销这样卖的，做宅配这样。美容其实不是没有年轻人，而是他找不到这样的人去询问说，我想要创业，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开始。这边第一家店，他大学一毕业就说他想要回来创业，但是他不会写政府的计划或者是一些创业的计划。那我们协助他去梳理他的想法，刚好也让他拿到50万个经费，那顺利的让他落地生根。就安尼，这几年云南老街有糕仔点心，有在地文创产品，还有网络票选的商店，这生活力、新文创带动少年仔观光客来。啊，那老街这么特别，是伊有真深的在地特色，嘛有百年老店和地地咧家支持。像街区好像有一个百年老店，就是像很长城皮鞋行啊，或者是景兴南山行，这个比较年纪比较大阿伯。我们办这样的活动，其实我们也很常跟他说，我们开始帮他规划店面的一些陈列。其实我们就是在做一些街区的串联。那我们老街自己导入自己的品牌，那把这边变成我们自己属于我们自己老街。我不是在很了解，但是他曾经跟我说过，美浓客家的不管哪一方面的，对不对？他能够给他炒热起来。他除了专业知识之外，他最重要，他很喜欢接近我，他也很喜欢接近其他的文化代表的一个老一辈的长辈，有没有？他就会听你们在谈，他想要了解。68岁社工姚老师看到门口真侪人，学了这条街真罕的这么热闹，比拢是店中保守的所在。就亲像因同款坚持用手工慢慢车客家拿衫，这是传承100年的文化。伊和太太为爸爸的手甲产业捧入来时阵，想到这100年的手艺会伫咧遮庆昂。我家里面上有5个姐姐，下有1个妹妹，我没有哥哥，没有弟弟。你想想，我家里面可以让我学这个吗？不可能嘛！偏偏我又不是读书的料。所以在那时候我就受不了这个一个无形的一个压力，有没有？我就跑去读军事学校。所以那时候我就跟家里面的文化产业有没有完全脱离。我一直到我太太一直认为说，我爸爸已经90岁了嘛，他毅然决然他要回来。他回来一来是照顾父亲。二来，他主要就要学父亲的这个技艺，工人有功福啦。那时候无形中客委会成立，我家一夕爆红。一夕爆红以后，我太太才紧张了，她一个人嘛，所以赶快说要把我调回来。那我就结束了，我就提早退休，我就回来。当年冒险的青年退休回来故乡，开始做第2份事业。谢老师的爸爸是客家拿衫的国宝谢景来，谢景来甲产业放互后生含新辈时阵，嘛同款望因传承客家文化精神。谢老师真认真找地方的老头家，甲客家文化一点一滴找回来。老站车现场手工制作，向观光客一批接一批米来。客家拿衫卖是老文化，不过嘛随市场变化，发展到回报包和无啊商品。我要如何文创，做出新的东西吸引人嘛？毕竟说你保持原来的东西你吸引不了人嘛，对不对？网络上创造自己的品牌，我是蛮欣赏我们台湾的年轻人是这方面我很佩服的地方。美容其实蕴含丰富的人文文化这件事情，这是不可磨灭的。我也喜欢这样的文献资料，我也会去考察。但是，当我们把这些变成一种文化的时候，那怎么转移到现代，跟现在的族群或消费者结合？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。老街的老店当地转型，美浓的老产业嘛拍开和少年人的对话。这个65岁以上聚会人人口占1/4的小店，常在看到街路港村阿公阿嬷，即马田里给少年人，阁是大人看无，外地人真好现想要知影的艺术活动，美浓变热闹，关键伫咧应用在地资源，或者变更加趣味。他来这里可以玩什么？其实大家不意外，就是说，来这里玩拔萝卜、农事体验，那蓝染、纸伞、蓝山、买蓝山这些东西以外，好像就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了。我们现在在做的是创造美容有趣的事情。即马拜六礼拜美浓真好耍，
抢在有无同的活动，观光客嘛变多。不过平常时的美容是点钟的。和政事务所的资料统计，美容这5年来，在地人口为41167个人，降到38653个人，减2514个人。其中25岁到50岁民众减1852个人，减少人口数7成外，这个人大部分拢是走去外地做。把这个老街真的变成一条老街，而不是说只是市集而已。我是美浓人，可是我6岁就去台北读书了，那我12岁就出国了。那我在美国住了43年，那2年前才回来。陈金玲早期住伫咧国外，今嘛回来故乡，看到故乡的改变，有感动冇烦恼，感动伫咧美容的单纯加真侪活力。烦恼逐摆的活动结束，遮无人的时阵，后摆当时会变热烈。这少年仔可会走去打，勇敢的留落来继续打拼。就是很多人都会问我说：“你不是美容人，那你干嘛来做美容的事情？”其实我们在大学学的这些东西，学设计、学知识、学企业管理这件事情，能不能活用到农村这件事情，我觉得是可以的。这件事我会不会一直做下去？我会很坚决的跟你说，我会一直做下去。美容变热烈，除了在地人的打拼，更有外地青年的一份心力。什么时阵少年仔会当回来故乡做？咱拍开双手欢迎外地人回来。少年仔若愿意听在地的心声，愿意付出的时，伊的魅力一点一滴展现，就一定会有希望。